嘉义新港国小邀请5年啊、甲6年啊学生举办科学博览会，学生用创意展现学习成果，现场有摆摊啊，让囡仔会当哪算哪学习。甲水管摕来当，透过企业流动来捡物件，学生设计各种游戏的单位，要互参加的人伫过关的过程当中来认捌科学的原理。自3年啊开始学习的自然，然后呢，加5年啊、6年啊的时阵啊，用因所学习的相课本内底所学到的，然后甲伊改甲较有趣味性，然后较好耍的，来做关卡。嘉义县新港乡的新港国小，为着要鼓励学生展现学习的成果，特别举办科学博览会，让5年啊、甲6年啊学生用创意的方式来设计科学的游戏，嘛希望为这当中培养学生囡仔对科学的兴趣。会当启发咱的囡仔的头脑，因为即摆科学的物件进步足紧的，咱对国校开始甲扎这个基础后甲伊大汉起来，对咱这个科学的物件更较有兴趣。5年级课本上有教到，然后在网络上影片也有看到，就觉得很有趣，就想要来设计看看。学生囡仔伫耍的过程当中，把课本的知识转变做亲身操作的经验。学校的老师就表示，活动的举办除了增加学生主动学习的意愿，伊嘛伫参与甲设计的过程当中，找到学习的趣味甲成就感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